里黑爸班，欢迎第一队的来宾南西卡。看袂起，干嘛？来第二队的来宾，欢迎我们的 Tega， 干嘛？加油！干嘛？提奖金一定赢！好，来这把九队台，王子天，欢迎！来，哎，两队的气势真正影响会惊啦吼。厉害大家好，我是美秀。大家好，我是阿雄。好，阮这组的来队长哦。好那嘿，不得了啊！伊甲头毛夹起来啊！哎呦，那敢歹人呢哈！来，咱的友情。大家好，就是有声的。嘿，今仔日穿粉红色的，嘿互阮队员家己介绍哈。好来。大家好，今仔日我是粉红色的大伯。哦，你是大来讲，你咱讲家拢是细啦。我叫大伯，哎，大伯你好，这大伯你好。哎，大伯，通啊麻烦甲阮介绍落去无哈？后周一我跟你讲，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大伯的细汉的姐姐。欢迎！大家好，我是酸。恭喜！正常拢是你的师弟妹哦。嘿，算是，拢公司的，拢公司的，今要拼100万。对。哎，所以讲上主要是讨厌对面迄组。上头要像。我队长敢若会当讨厌队长，袂当讨厌吧？甲因歹势势，甲恁配甲呢，实在是歹势。啊，当然你相拍吼，唔通互阮镜头看到啦，莫去后壁拍。我敢讲好，来看者，拄啊相拍的队长啦，来，欢迎我的队长梁弟。我是梁弟，迄边的是济公啦，阮家是猪公啦，因为是夹干嘛嘛，阮夹干嘛，提奖金嘛吼。我来介绍我的队员，输的吗？头一位第猪公，这猪公身材真正好。哦，真的吗？大家好，我是希丸，单希丸。伊玩，嘿啊，今天这是老师教，伊这名嘿，老师丁本我有来嘛，老师教的。嘿，对。啊，这摆来我是要报互大家一个好康啦。是。嘿，啊，这就是一个入写信，对，哎，这边就是健康真水的。对，嘿，啊，伫电脑顶管都买得到。哦。请大家爱支持哦。嘿，对。啊，这本叫什么名？爱上西元前。啊，爱就西元前。对。那是爱食西元的，加减对。请大家支持咯。对。大家好，我是新武。台南来。哎，听讲真厉害啊！你看起来讲水，但是伊也讲一寡迄个，譬如讲今日吼，啥物时尚的有禁忌啦，然后今日穿啥物色较幸运啦，最厉害呢。跟他算命先呢。安尼哦，系啊。安尼甲恁问者，今日穿什么色上适合？最近吼到年底以前吼，上好拢穿黄色，还是讲吼干嘛色的？哦。安尼咱赚大钱。哦哟。对。内底嘛无黄色。大家好，我是玲子。我今仔我是台中南投人。哦。因为阮爸爸台中人，阮妈妈南投人。哦哟，安尼台今南人日目标就是要帮亮泽哥赢100万。好，来，即摆介绍咱的台语国语老师。是，刷来破车欢迎咱的王秀荣王老师。若要水食果子，若要巧讲台语，天佑福星光明亮点，两边拢飘片。老师即摆写两边拢飘撇咯。赞。好，来飘撇进前，咱来先了解一下吼，咱的规矩到底是啥？啥哪会当摕到100万呢？是，咱这季吼有推出全新的单元，啊，咱来比赛，拢总只要过3关，初赛、复赛、甲决赛，上尾第一得到奖金100万哦。正讲咱即摆是初赛，所以讲咱先甲初赛摕起来了，100万就通啊摕到等，到第2届、第3届哦。好，来。大家偌准讲是假对无？对，啊，这100万你都有爱好看。100万你要看无？看现场吗？现场真假？系啊，一定有，阮都保全拢有伫边啊。保全可能好，你看到100万你倒。看这，来。谢谢。
门咧后边，门咧后边，谁赢？真正快出来两队，拢足欠钱。嘿，不要紧，咱甲咱的实力摕出来，咱就头甲100万摕到等。加油哦！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有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顶一边。好来，伊这个回合哦，李秀有一个答案。是阿雄，我逐摆嘛拢有一个答案。是，啊，咱的分数安怎算咧？这回合吼，你若选到正确答案，就1000块，上最再得到6000块哦。哦，6000块，先甲摕起来哦。好，好来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大队接力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大队接力哦。哦，美秀这边是走马军啊。走马军。是安那是走马军啊？你甲看哦，走烧肉的时阵，是毋是大家拢有一支军啊？对。是毋是要接嘛？吼，是咧色是毋是拢无共款？这就敢若咱人生的走马灯共款。哦，我即马黄的来，红的来啊！哦，青来啊！是，所以我感觉安尼就是敢若亲像咱人生的走马灯，什么色拢有安尼。这一块啊，嘿，就是走马军啊。哦，啊那阿雄，我这边的答案是咱的接力走标。哦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咧扫烧肉嘛，啊，伊拢有一人一支棍啊，所以就是接力，我接互你，你接互我，嘿嘿嘿，对对对。啊，过来就是咱咧走烧肉，佫有做走标。走标有一个目标，啊，大家走去掠迄个上赢的，所以叫做走标，就是接力走标，看谁才接会到，谁走会到安尼。好，来，今晚两队请选择。美秀、阿雄、严一平。嘿，到底是我走马军啊，是阿雄的接力哦。哎，阮青的，来。嘿，其实走马军啊，我较有听过。啊，迄标吼，我是感觉标亲像迄，火龙舟要安怎讲啊？白龙船哦。哦，白龙船，这是夺标，迄是标，这是对。我是讲迄毋是标，这走马军啊，我敢若有听过。好来，我要问有一个相信我。嘿，来，梁铁。其实本来一开始我看到走马军啊，我感觉迄较台语，较传统，较亲像台语的讲。嘿，想要选，啊，毋过等美秀车解说完了，我就无想要选啦。出位抓水咧。嘿，我讲，想讲，迄有一个目标，啊，接力应该是咧，所以我选阿雄。来，老师正确的答案是。正确的答案是阿雄这边的接力走标。好，大家真正拢足巧的，因为真正以前咱爱去走标达成一个迄个夺标嘛，吼，有一个标局安尼，吼啊，所以你爱有一个要赢，就是爱一个目的。啊，刷了迄棍啊，虽然是有棍啊，啊，毋过。像走马军啊，听起来就是干那迄个物件尔，较无迄个动作，啊，佮有迄个接力，啊，上这边佮有接力的感觉，好，所以咱正确的答案是接力走标啊赢哦，原来哦。好，来第二题哦。老师，咱请出题。请问龙须菜的台语安怎讲？哦，龙须菜。美秀这边是猪尾秋，是大家捌食过龙须菜无？有。伊后壁毋是有一个敢若像安卷卷安尼，啊，恁看过猪无？猪嘛是后尾啊，就爱卷卷安尼，所以我的答案是猪尾秋。哦，阿雄这边的答案叫做香龟仔秋。为什么？这大家讲到这个龙须菜由来，伊是为迄个佛手瓜叫做香龟啊。哦，所以就是香龟仔秋。哦，不过两种拢有秋哦。对呢。对唔对？猪嘛是秋啊。好，来两队请选择。美秀、阿雄、严一平，把风险分开就好啊嘛，对唔对？哎呦，是。后来这对较想要足听话。伊足爱你的。
挺到底。咱若通过第二关来，我绝对你听你去做的。我绝对挺你到我跟你同底。齐拼。不过后一题出赛，我嘛是经理。兄弟你这坚持的。是，好来，我来问姐姐，行对，迄个行就感觉应该是秀秀姐地位啊。以前敢若咧餐厅有看过咧。较早我做餐厅嘛是，你嘛安尼讲，讲，对，是，阮迄个猪尾手啊是炒迄个腊肉，哦，喇叭，对，啊，放一寡饮食对啊，对，真好食。其实阮是有算的。对，是，因为进前1000嘛，啊，阮即届若是红刷分配啊，阮赢嘛是1000尔，所以拼两个，拼甲伊白痴。拼大度的。对，好来，我来这边，我讲有道理无？啊，足有道理的。就有道理系啊，嘛。我毋是坑输赢的感情的啊，哦我是做理智的。哦，你有道理，我就选你啊。是安尼啊，系啊。来，咱来看一下哦。老师，正确的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阿翔的香瓜啊手。什么？无你参加做假什么餐厅对啊？我做2工就死头路啊！参加我都唔敢你容易讲你就1000啦。后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好，伊这其实咱华语讲佛手瓜，是哈，不过台语爱讲佛手柑，哈，不过伊毋是柑嘛哦，啊，伊其实就是伊个瓜仔形出来的那佛手安尼，哈，啊，当然伊个手牵紧旋顶旋足远的，啊，伊个叶仔形嘛是。就是甲手掌共款，啊，毋过顶悬拢有小可迄个幼毛安尼吼，啊，迄是有生猪尾瘤啊，啊，毋过法律无变，咱也是看伊本地伊迄粒瓜啊，吼，佛手柑，所以咱台湾个阿嬷因拢讲香瓜啊，所以就叫做香瓜啊树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有人形容你是24庄赤坎糖，请问是什么意思？后来，美术这边是皮肤乌，哎呦，因为啊，赤坎是你台南，大家拢知吼。恰看老。是，啊，是啊，若是赤坎糖，赤坎糖可能是台南遐吼，应该是有什么乌糖啦。哦。嘿，啊，啉落去啊，吼，哦，恁的生都真水，查某囡仔生都真水，查甫囡仔生都真缘投。24庄，我甲你讲，24庄就是讲24种的化妆啦。哦，安怎装吼，啊？安怎装拢是水的啦。我感觉是皮肤哦，因为人讲乌金啊，乌金嘛，啊，查某囡仔上水嘛，乌金啊，乌金安尼。所以美术这边是皮肤乌。哦，啊，像我这边吼是可爱美人。哦，大家想看卖24，你捌听过一句俗语无？一年活24个头家，所以24代表真多嘛。啊，只头拄讲24庄，就是讲，不管你安怎装，换来换去24种，嘿，都是足水足古水的。是哦，所以总讲一句24庄赤坎糖，就是古水美人。哦，美术答案是皮肤乌哦。啊，上是可爱美人哦。好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你真正真爱我大伯啊！你到底。挺你到底，厉害，拢免讨论，拢免讨论，安尼唔免问啊。还没开始讲是我就选死了呀。一定是我，对，无唔对。好，啊，咱这边队长，输赢感情。你改啊！24庄赤坎糖是什么意思嘞？美术答案是皮肤哦。啊，上是可爱美人哦。好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美术阿雄，演这边。喂，你真正真爱我大伯啊！你到底。挺你到底，厉害，拢免讨论，拢免讨论，安尼唔免问啊。还没开始讲是我就选死了呀。一定是我，对，无唔对。你感觉是皮肤哦，因为乌金啊，乌金是查某囡仔，乌金啊，乌金足水。水，而且赤坎也是台南嘛。台南，你住台南，哪有可能无乌啦？对啊，嘿，敢若是的吼。好，啊，咱这边队长。输赢感情。你改啊！慢呢，
你拄有走去我做你弟的属灵感情。苏林好啦干，其实嘛，甲耀新哥讲我赤坎遐台南一乌啊，24针可能拢无法度改，迄乌金甲缀互倒去安尼啦。缀袂过，缀袂过。所以乌金。好，啊那咱这边，因为像上哥讲的，有装有会装，啊，搁有糖，有装搁有糖，一定是可爱美人，对不？哦，真够疼，可爱美人，是。哇，这真正有影私人感情啊！我感觉这支嘴嘛是好蕊蕊。不要紧，老师有正确的答案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答案是正确的答案是美秀的皮肤哦。是不是爱算我一届？对不对？来分数，恭喜你了1000咯！你这家徛久就是阮的啦。哎，啊，咱听这边咧，嘛是你了1000。咱照字面来讲，就是讲吼，你有24种迄个化妆的方法，佮安怎装？因为24就足济啊嘛，吼，所以佮安怎装，就是会像赤坎遐的糖共款乌乌。啊，像咱赤坎糖咧，第一台南足热的，真正是会拍甲迄个乌安尼。第二是遐在地咱有一种碰糖，吼，就是碰糖啊，伊是拢用乌糖来去裹啊。做过来也是咧食，啥物拢真好。啊，搁来就讲遐毕竟是府城，所以嘛有可能做一寡商业，有一寡糖安尼吼。总讲一句，你唔管安怎装，你就是已经乌条底啊，无法度啊。啊，咱若要形容查某囡仔安尼讲是较家屁想啦。啊，毋过若正讲要甲学了，爱讲哇，你乌甜啊乌甜安尼，可能就较好安尼。好，来看分数。来看阮青的，青队今麦得了1000咯，啊那听个咧，袂歹得了3000哦。好来，今日第2回合赤港佚佗人。嘿，赤港佚佗人。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真轻松，不过咱要去倒位佚佗，才会轻松呢。爱甲在现场的所有的人报告一下，咱这回合吼会用镜头带恁来去看世界的风景，恁来想办法拎出来，甲讲出来呢。嘿，啊若看到知影答案嘛，紧日甲塞去，吹落去啊，吼。啊，不过看者，咱看咱家要去倒位佚佗。是。好，来上个咱家要去倒位佚佗。啊，甲两位报告，咱刷影片要带大家来看美国的一个城市哦，2个字啊，3个字。美国的城市，3个字哦。好，来咱请看。你是有出国有去啊佚佗过吼？唔捌，看到重点嘛，我迄桥啦。哦，对。应该叫长江大桥吧？啊，所以这个城市应该是啊惨嘛，袂晓讲。上好是诶，莫个 N 真正英文会晓讲。英文会使？英文啊？英文。三藩市口。哦，三藩市口。迄是金门大桥。是金门大桥啊！你俩就讲金门大桥，你金门哦。我知影是金门大橋，我講嘅。是好，來你的答案是三藩市口。老師三藩市口對唔對？对。咱先來分數。恭喜你了3000咯！好，來咱繼續甲看完咯。迄大橋太有名。係啊，真水。就真好，可能去拍。哦。无，阮是開錢甲迄翕相，啊有得獎的人甲提影片。這是真正，哇，真水啊！哦，厲害啊！這夕陽告訴哇，你掏出來。好，这个城市是伫咧太平洋这边，啊，加州的第4大城市，吼，啊，迄座桥真正足有名的，啊，伊是安那叫做旧金山，是因为以前足侪人要去遐挖黄金嘛，吼，啊，毋过是安那叫做旧咧，因为新的金山伫倒位？伫澳洲的墨尔本。万里本遐，本地叫做金山，毋过后来加一个叫做旧金山，就是 San Francisco。不要紧，咱那边搁拼一个哦。即嘛是才差1000了。对啊。好，来今日换人。我
上个今日去倒去倒？是刷落来，咱的影片要带恁同款出国，所以这个国家呢，伊只有2个字搞摇一个哦。哦，来，咱请看。对对对。哎，哇啦！快点接，快点接，接！不是，伊啊！哎，他好像伊刚刚不是我想的迄个呢。是。先讲，来。我要讲台语的吗？拢会使。背西。背西。哎，我讲英文的，敢会使？我讲英文啊。你爱先互伊讲。嘿，你爱大饮料。好啦。你的是大，唔是？你选一个是背西还是背西还是背山？啊，看要安怎背嘿。北西。哦，你要选一个啊！哎，你即马有4个答案：背西、背西、北西。你选一个，你感觉较有巴？你等伊。巴南嘛的巴，东南西北的西，北西。好，来，老师，你北西对唔对？就歹决定的。哦，你的机会来啊！会使讲英语。英语会使吼 ，Brazil。健康。你讲你莫怪我足介意呢。啊，毋过因为巴西还是巴西国，定拢听到。所以我是感觉讲，那翻译了无好，安尼就怪怪啦，吼。所以请原谅。啊 ，Brazil 伊咱翻译做巴西，啊，这个国家就是伫咱南美洲遮，吼。啊，而且伊足有名的，就是迄个救世基督，伫个2007年的时变做是世界新。就是7个大奇迹内底迄个地标安尼，所以我感觉迄个所在是大家拢知影，啊地名因为巴西伤亲近啊，咱应该爱会晓翻译啦，哈，所以咱 Brazil 巴西国巴西拢会对，嘿，多谢。免烦恼，差这2000，年啦。好，来咱今天换人。好来。等下嘛，应该是今日拢飞一边啦。我哋飞机伤过忝嘛，等下搁转来搁伤过忝嘛。今日嘛应该是欧洲吧，吼。无一定哦。无一定哦。但是咱刷落来吼，甲报告者，咱刷落来吼，这个城市、这个国家唔免要。咱的影片内底有一个建筑，吼，你甲阮讲一下，这个建筑是啥物名对使啊？5个字的啥物名就对啊啦，吼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哎呦！来，真激动。应该是罗马竞技场。来，咱搁讲一解。罗马竞技场。哦，5个字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这个较困难的使。太不错。给你了3000咯。好，咱先看影片。哇，有够大个啊！哦，水哦，真正水。伊的发音咱来叫做罗马竞技场，因为真正是平常时咱这个发音会较困难啦。嘿，竞技场啊，这个罗马咱知影伫迄个意大利遮嘛哈，啊，所以咱这个伊建筑的时间是伫个西元72到82年，所以离咱近已经是伫要2000几年啊，2000年啊呢，吼啊，所以伊的石头啊，也是因为地动的关，石头互淘汰去，也是地动的关系，啊，毋过一直安尼要2000年啊，搁是伫遐，嘛是因足重要的一个景点，嘿，所以罗马竞技场。哦，欢迎大家去遐佚佗啦，吼，好来，不要紧，上尾一个了，今日换人。
加油好，加油！好来，上个咱今日倒去了。哦，刷落来吼，要甲恁报告的是，咱这个影片内底有一个世界上上大的神庙，哦，神神庙。庙啦嘿，啊伊内底嘿是3个字的名，哦，好，神庙3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哦，哇，哦，哦，来。哎，没个看个看，迄个啥，五有脚裤有嘅酷，脚嘅裤五结我嘅裤，你看老师头，你看我头啊，我就给你我小是吗？我嘅裤，我嘅裤。老师会答我。老师，安尼唔对。好，来，咱搁看一个。你应该有答嘛，你嘛就念法。嘿，我个困，搁一届，搁一届。我个困。来，卡什么的？老师，伊安尼念对唔对？对，正确。好来，分数。今日得3000了。咱来听老师解释。来，老师。姓吴嘛，吼啊哥嘛，啊困嘛，啊这个所在是伫迄个甘博济迄个所在，吼啊是世界上大的神庙，所以可能平常时咱会当甲一寡景点，那甲阿公阿妈咧讲的时，会当甲用甲记起来，安尼吼。五个困，好来看分数，是看分青。青队今嘛7000，袂歹哦。啊来听咧。啊，你今嘛有9000哦。好，今日的第3回合，两家来拼台。两家来拼台。哦，来看到。是咱这8个提示吼，是无路用厝、雪拍、退火、牙香、是青苦、猪啊，还佫有挂菜。啊，问号内底代表的就是奖金啦。哦。上最15000，上少1000，所以你若好好选哦。是。啊，咱有规定吼，咱有一届救命的机会。嘿，救命嘿，两队拢共款，有一届救命的机会。怕救人嘿。是啊，其他的咱拢互队长来做主就好啊。好，啊，咱的原则就是讲，分数较少的人，咱先来选哦。这嘛是一种好处哦。好，青的来，你要选倒一个？为6点开始好啊。牙香。牙香。好，来，咱来看牙香的奖金有偌济。牙料好哦。好，来，咱请一个。请问牙香拜拜哪卡一通服务专属予神明咧？唔过吼，若拄到紧急的状况，有人吼会用双头香，也是用倒插香的方式来求神明帮助咧。双头也是倒插，也是倒插香。足紧急的时阵哦。嘿，生意。哦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？求神明紧来斗3工，会用双头香，也是倒插香咧。请问牙香拜拜哪卡一通服务专属予神明咧？唔过吼，若拄到紧急的状况，有人吼会用双头香，也是用倒插香的方式来求神明帮助咧。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双头也是倒插，也是倒插香。足紧急的时阵哦。嘿，要甲神明问代志的时阵，生意。哦。好来，你的答案是？双头香。双头香对唔对？一般来讲，爱用
双头香较好啦，因为你若倒菜对心情就不利。好啊，咱是安怎会有双头香？咱就是香的结构内底顶管是伊迄个香嘛，吼，啊下底遐就是袂当烧的遐叫做香卡。香卡。啊，然後咱咧一般炒香是安尼，毋過當你有足緊急的代志，因就會愛經過迄個廟方同意，你得當甲迄個香卡，就是叫啊色迄個部分，甲壓落當，等於兩邊攏是香。啊，因為香是一種迄款芳氣，還是迄款信號會當甲心靈做記錄。啊，你竟然是有兩倍迄款想要講的心情，所以就是足緊急的代志，較會當。做這款雙頭香，安尼，嘿，所以這是答案是雙頭香。好來，換題嘅哦，要選多一個。來啊，黃姐1000塊，1000塊。哦，誒，感覺無啥物志氣，1000塊啦。伊是講在你選啊，中文會也要是1000就好啦，好啦，冇問題。是好，你要選的是1000哦。好，1000塊。好，來，咱來看1000，誒，獎金有偌濟？來，咱請出題。請問新台票1000塊頂面有一種鳥啊，你敢知伊的台語名叫做啥？來，60秒的時間。你有出過外景，這你一定會曉。但是你其實甲伊的字真共，有無？什麼？你喺聽我的嗎？試落。啊，你若袂曉，你會使問你的隊員。因為15塊嘛。眼神互我看一下。有人會曉無？有志氣的。敢是籃球。籃球。來，志源。哦，志源啊，還有來。1、2、3，籃球。不是英文哦，籃球。袂當顛倒變講哦。你袂當合嘴啦，袂當顛倒變講哦。就跟咱這種哦。台灣。我把種哦。台語小公主。15。提出你的自信。15塊哦。你攏剛剛要信這哦，無信一種迄哦。魚雞。魚雞，確定哦。好，咱來看，魚雞對唔對？來，分數15咯。哦，兩隻。會錄呢？袂啊，佮慢慢啊錄就好。來，老師，咱請解釋。原則上念愛念鐵雞，所以你最後鐵愛念鐵雞。這個答案就是1000塊，迄頂管迄隻鳥啊，伊嘛是叫做地質啦。啊，地質咱因為伊是日本話吼，叫做米加多基治，好啊，所以就甲地質的就講音的，所以也叫做地質安尼。好來，是來，有請要開始哦。誒，我有一個資源嘛。還有一個萬二的哦。哦。啊，還有一個萬二的哦。嗱咧，愛經對面的。哦，無路用啊。對面的哦。誒，無路用。我拄仔搭，你頭拄野香啦。嘿。好，來咱來看，無路用的獎金有偌濟？哇！啊，真正無路用啊！你哪會這老實啊？哪有人做這無這老實無路用就1000個？好，來咱請出題。請問，咱形容人真軟正無路用，會講伊肉腳。啊，你敢知影這個詞上早是用來講人腳肌無好，還是講人體力無好咧？來，60秒的時間。腳肌就是跋腳啦。嘿，腳肌無好。簡單啦。是哦。來。體力無好的人。哦，肉腳嘛。阮拍球的時陣，無體力啦，過來肉腳。哦，肉腳。是1000啦。是，好，來，咱來看下哦。體力無好的人對唔對？因為咱答案是要講上早，所以咱可能愛去看伊以前是安怎用。啊，咱一般骹這字吼，就是會當當做所在，譬如講桌仔骹，吼，啊嘛會當變做人，譬如講
条啊卡像迄个胶卡，还是醋卡，吼啊，所以咱才甲伊当做是人。啊，是安那讲是肉，因为咱肉较软嘛，啊骨头较硬，所以若准讲是肉卡，咱就讲即个人无路用，吼啊，毋过佫较长去，应该是为跋筊的时来讲的，譬如讲对面迄个，咱就是对卡，啊若减一个，咱就讲欠一卡，欠一个人。跋筊交卡，对，跋筊交卡。啊，所以就是讲，伊以前迄个技术无啥好安尼，是，讲你肉卡肉卡安尼。来，换两天，安尼我来算啦吼。最近需要退会一下。是啊。退会。我退会要去谁者啊？好，咱来看下哦。退会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这高清会当退会。哎呀，有算有高清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热人的时阵食冰凉的西瓜正退火，啊小药啊是足侪人爱食的。你敢知影小药啊迄个药是讲西瓜的品种还是量数咧？好，来60秒的时间。喂？是品种还是量数咧？哦。来。哦，照你来讲，应该是品种吧，因为那是量，因为有西瓜有红色的嘛，对红色，啊，就是啊碎圆的就是小玉啊，系啊，就是红色的啊，应该是品种，卖叫你来讲，是很正吧？你都已经拍完了啦，品种，咱来看品种对唔对？小玉啊。骗人！这个小玉啊，迄个玉其实第二句内底咱叫做苦，哦啊，譬如讲伊是细细粒啊，啊个圆形的物件咱叫做苦，譬如讲鸡卵咱就叫做塔马苦，好啊，因为安尼这个苦的部分伊是量数细粒啊，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来，换咱这边请哦。够一班的，班你。猪啊，好啦，好。猪啊，好来，咱来看，猪啊奖金偌济？哦，袂歹哦，好猪啊，对着多哦。差不多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松板猪是足好食的部位，你敢知影伊是猪的什么部位的吧？好来，60秒的时间。我哪会知影？做餐厅呢？那有可能知影。好，阿妈棍。阿妈棍，确定。确定。好来，阿妈棍对唔对？今日得到7000咯！哇，平手啊！厉害！好，因为伊足好食的吼，啊伊的名有叫做六两肉，因为大概就是500-600公克安尼吼，啊因为足好食啊脆脆，啊个卖迄个油花差不多，所以有翁某咧食的是抢要食，所以个另外一个名叫做李恩嘛，啊因为伊拄好两地嘛，吼，所以嘛是叫做石拉吧。六两肉、李恩吧、石拉吧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个刷入去哦，听个。好啦，来啦，有啥物题目想要选的？下趴。大家都喜欢下趴吼。好，下趴。来，咱来看下趴的奖金有偌济？哇！真正有影下趴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少年人介意讲话用简称啦，譬如讲出来讲是出来讲嘛吼，啊，过来有一个叫做建灯，是咱台湾话什么俗语的简称咧？哦，来60秒的时间。袂使问啊，伊问过一摆啊。哦。建灯。台语俗语？建灯。哦，3、2，请回答。时间到。建灯。你唔知？我还想到过灯工啊。哦，过灯工哦。嘛袂歹啊。嘛袂歹。过灯工。好，过灯工。好来，过灯工对唔对？有个比比较笑，老师有个比比较笑。
你就唔对。好，唔是假长工啦，好，伊是见小灯上去。会当安尼讲哦，我们即马少年人，少年的安尼讲，你就问问，咱即马未比，你来问我啊，我大家讲我问我无，我来讲我唔知。来换七个，是诶，哎，够机会哦，伊无对哦，你即马白手哦。你要换黑白哦。厝还是挂彩厝？哦，厝。好来，咱来看者，厝的奖金有偌济？哦3000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大厝除了会当讲是大间的厝，啊，佫会使摕来讲观察，还是讲梦呢？好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我想要互阮队员来支援一下，无因拄啊拢无。啊，试了，来。支援。你有啥物感觉？是厝观察还是梦？对对，咱感觉是梦，梦，还是观察。大间的梦。是我知影啦，我想要互你镜头。哦，你知好，不要紧，对对对。来，梦啊，结果答唔对。好，来，梦对唔对？大厝大厝。好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这就是人挑起了爱要去大的所在，吼，唔是讲厝里的人小互你的迄款，啊，你就是住伫迄搭遐，啊，一般是好家人较会住伫这款，因为甲讲叫做大厝，吼，啊，就是感觉要互伊死了后较好个。啊，毋过一般咱较善良的人，拢是讲4班呐。第4块房啊，顶三等两块。对，啊，另外迄个蒙神咱唔对吼，因为蒙咱一般会讲土州，还是蒙菇，还是讲迄个菇，土州袂阿两嘛，啊，所以就是迄个蒙安尼。谢谢。谢老师。好来，今嘛上尾啊一个挂彩啊，挂彩丑。哦。今嘛白手哦。你买，对。啊，你这目标他走落去。看因这边，这一碗还做咧。应该有好了啦。有题目真多，有哦，来哦，来，咱看挂彩奖金偌济。5000。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6个的挂彩是咧讲人家有心，啊，若是12个的挂彩是讲人无血无目屎，还是真有心呢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这简单，所以两个拢卖算。无血无目屎还是真有心。好，4、3、2，哦，真简单。无血无目屎。无血无目屎，对唔对？来，咱请老师来解释。咱挂菜一般就是过年有当时会煮鸡肉，变做长年菜嘛吼。啊，所以过年你要食的是，可见伊是伫6月，迄当阵佫是足油的，吼，所以内底无遐个菜心较拍的对啊，所以就是讲伊无心，也是假有心，吼，这个人就假。啊，毋过到12月生好了后，内底真正有心的，嘿，啊，而且煮起来当时煮汤啦，还是做菜心嘛，拢是真好的，吼，迄款料理，所以咱是应该爱真有心，啊，迄个。无血无目屎，一般来讲，咱可能就是较会讲伊那像目睭啊飞机，嘿，目睭啊飞机，一定拢是对，因就是拢无血无目屎啊，那迄血个乌乌安尼。是，嘿，哇，即马第一届哦，咱第一届啊，咱这都等于题目真多，你有看到吗？早讲好。过来一个吗？哦，真厉害哦，两边拢会当。落去咱后一个会好无？对。好，来先看分数。好，来，大家看一下，400的分数，24000。啊，600的分数，嘛是24000哦。来，两队同齐来去10秒，10支。1秒1000支，大家动脑筋。哦，即马奖金偌济？即马奖金24000。24000哦，24000就是24秒，24秒，啊，佫加落去无？好，佫加30秒，变54秒。50
是哦。加油哦！啊，这回合几题？咱这回合有3题。 3题。啊，恁秒数用愈少，存愈济秒，就会使换愈济钱。哦。不过咱即摆因为2队哦平分，所以讲咱来拼一下输赢，分数愈悬呢。 嘿，就他摕到嘿冠军啊啦！无错无错。来，第一个提示，伊是维他命 B， 第二个减肥的食，嘿，第三个伊是白色还是草啊色拢会使，第四个是便当店的菜色，记得便当店。讲，嘻，唔是，头一摆2队用秒数拼输赢，倒一队会较紧嘞。 因为2队哦平分，所以讲咱来拼一下输赢，分数愈悬呢，嘿，就他摕到冠军啊啦！无错无错。是，好来，咱开始哦。好来，好来，咱这条几个字？好，头一题2个字。2个字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来，第一个提示伊是吼，B 维他命 B 啦，维他命 B。第二个减肥的食，嘿。 第三个伊是白色还是草啊色拢会使，第四个是便当店的菜色，记得便当店。讲，嘻，唔是，记得啊，伊是像火一个球安尼，记得。花椰菜，回菜，是啊，哎，你知影你会使讲较大声哦，你来讲你刚刚讲什么？鱼油。你小控制者，我都唔知你在笑啥。减肥会食。鱼油嘛唔是维他命 B 啦，是灰菜，啊嘛是便当店上爱煮的菜色。对啦，简单洒洒就好啊。是爱有，先要跟咱火共款，像球共款安尼。是，好来，恁即马看你的秒数。袂歹啦，袂歹啦。 24秒去啊！好来，第二题，几个字？第二题吼，2个字。 2个字哦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是第一题是，伊是吼迄个牙喙起筋啊。哦。第二个吼，伊是古早结婚进前。哦。嘿。第三个伊是查某的较济。查某的较济。第三个伊是迄个幼的树林遐。迄个马。反面。正确。你拢，你较早的呢？总算有效咧。总算有效咧。龙。嘿，我拄仔想，对吼，好你第个讲对呢，真好真好。会到迄字呢？伊迄是幼的迄个幼门啊。嘿，迄个来咧养迄个面的门啊。即摆你树林遐佫有。对。好来，上尾一题哦，第三题哦。第三题。几个字？3个字。3个字。较困难一时啊，但是恁一定会晓，拜托。嘿。是，好，即摆剩15。 加油！好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个是气死进前爱食，手铃灯，正确。心脏强要定去。真正，来，咱即摆看一秒数。是，即马还有11秒。11秒。袂。来，咱看一个气死进前一定爱吃。对啦。味无好啦。对，拍拢知影。是，无唔对，而且伊佫有凉凉的。 对啦，还够凉凉啊嘿。是。啊，第二个是食饭饱会食。无唔对。啊，再来是保好。啊，上重要是袂使吞落去，佮黏黏。是树莲糖，树莲糖就是咱的口香糖。我阿公讲叫做泡泡糖。泡糖，再一点泡糖。是，后来换第你卖嘛是11秒。真歹睇。来，请11秒37哦，爱记11秒37，爱写起来。 所以是同款的时间嘛，系同款的时间，来哦，啊，佮同款加30秒变54秒，是无对。来，来第一题，几个字？3个字，3个字哦。好来，上个咱请开始。好，第一题是伊是洗金马的工人，洗金马的工人，工人甲伊有关系哦。第二个伊吼，伊是工做咧做工课的裤，嘿，工人洗金马的裤。第三，伊大部分是蓝色的，洗金马的工人，第四题是伊是钉的布，钉的布，愈卖洗愈嫩愈好穿。第三个吼，伊是足适拍的，我靠，啊，正确，哦，第三个你应该爱知影呢。你苗拢共款。我已经我真正收到做工迄几书的。系啊，啊，工作洗金马的呢，是洗金马的，洗金马的呢，系啊，是好，不要紧，即马够有30秒哦，因拢共款的，头一题拢是前30秒。好来，第二题哦，好，第二题，几个字？啊，2个字。
2个字哦。好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题是要用进前啊先咻咻的，咻咻的。第二个题是吼，伊就是射击长长啊，长长啊咻咻的。第三个要压在个人卡，什么？不是，第四。温度计。我算你条啦。好，我算你条，进卡。温度计。咱哥最后一秒，加3秒去，比赛吗？有按有我有说。豆浆啦，豆浆，因为温度计就是伊用迄华语翻过来，我会使算伊对啦。是，好来哦，第三题哦。加油。来。12秒。几个字？第三题是4个字哦。好来，请开始。头一个提示伊是传统的建筑，4个字的传统建筑。第二个伊是北面是大厅，再来吼，伊就是吼两边拢是动物的名称，迄个建筑两边。再来咧，伊就是一个么字形。哦，应该知影吧？南部较多啊。再来吼，伊就是红线。四个字讲。四合院啊，不是，可能有4个字。时间到啊。我这题听没有？这个较想要有困难啦。是，咱的答案是正心好灵。哇！三合院嘛？这是你知影嘛？正心好灵，你唔知影？我唔知啊。哦，正心嘛，你也弄好用嘛。这里啦。三合院还是4合院，咱弄好做正心好灵。是。哦，这是困难啊，了解，超困难啊，成绩啊。讲成绩。好来，看咱青的这边，伊的奖金偌济？恭喜因即马奖金是11000块。来，咱这个哩。因即马是归零啊，歹势。归零高。所以讲，咱分数较悬的人，他摕奖金哦。没错。好来，咱即马给咱去颁奖。哦，来，给你颁奖。恭喜哦！来，我冇金牌呢。咱对留言啦。哎呀，这只是摕到门，这只是摕到门票啦。你门票，无唔对，咱搁继续来拼第2关哦。还有100万，是，有100万哦。嘿，好，今日谢谢咱的国文老师。感谢咱辛苦的那个王秀荣王老师。紧张，好，再见，有地位。讲台语，铁爸爸。好，你大家拢欢迎。再会。哎，香香袂记老师的名。感谢。谢。后摆再过来，谢谢。感谢大妹，感谢姐姐，感谢各位。